世界上最接近神的男人，却孤独死在纽约一家酒店的房间里，身边空无一人。我叫尼古拉·特斯拉，你或许不知道我，但我却是世界首富马斯克的偶像。没错，如今你在路上看到的特斯拉电动汽车，就是马斯克为了纪念我而命名的。我的一生拥有1000多项发明，却在历史上籍籍无名，名气竟然输给爱迪生。如果我当年收取交流电的专利费，世界首富或许就是我，而我却选择将交流电专利免费送给全人类。我就是那个被爱迪生打压、被资本做局、被时代误解的人。你一定要听我讲完，我的故事可能会颠覆你的三观。我曾多次被诺贝尔奖提名，但我更在乎的是世界因我而改变。我热爱科学研究，以至于连老婆都没找，一个人过完了坎坷的人生。我说过这样一句话，只要我愿意，我可以将地球劈成2半。1856年7月10日，我出生在克罗地亚的一个小镇。父亲是一名牧师，母亲是喜欢搞点小发明的家庭主妇。幼年时期，我常常出现幻觉，承受着奇怪的痛苦。幻觉过后，我能详细实验并制造曾经在我脑海中闪过的灵感。1884年，28岁，经前雇主介绍，我去了美国。介绍人给爱迪生的推荐信是怎样写的？我知道有2个伟大的人，一个是你，另一个就是这个年轻人。进入爱迪生的公司，我负责改进直流发电机。爱迪生告诉我，如果我成功了，他将给我5万美元。我仅用几个月就完成了任务。然而，爱迪生并没有兑现承诺，他居然说是我不懂美国式的幽默。或许吧，但我看清了一切。他或许不是一个纯粹的发明家，他应该是一个纯粹的商人。我与他的价值观存在巨大的差异。你们中国有句古话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他为了推广直流电，将我提出的交流电方案扔在一旁。1885年，我辞职离开，他并不高兴。我从他的目光中感受到了些许敌意。离开爱迪生后，我遇到了乔治·威斯汀豪斯，他看中了我的交流电技术，决定投资我。爱迪生慌了，为了抹黑我和交流电，他竟然用交流电电死大象，大肆宣传，以此证明交流电有多危险，制造恐慌。同时，他贿赂政府官员，将死刑犯的处决方式改为交流电电椅，说我的技术是杀人工具。于是我顺理成章被描绘成了科学疯子，甚至说我是魔鬼。我的发明就是魔鬼的发明。面对污蔑，我没有退缩。1887年，我发明了交流异步电动机，后来它推动了第2次工业革命。1893年，在芝加哥世博会上，我站在聚光灯下，手握高压电线，让电流穿透身体，点亮9万盏灯泡，向大众展示了交流电的安全性。爱迪生的谎言被揭穿，交流电开始逐渐取代直流电，成为城市供电系统的第一选择。这一战我赢了，爱迪生的直流电帝国开始瓦解。更讽刺的是，爱迪生的通用电气公司也不得不改用交流电。1895年，当我的发明生涯正处于巅峰之时，一场离奇的火灾几乎将我的实验室全部烧毁，我的半生心血就这样付之一炬。我的经济遭到严重损失，但是这样的打击根本没法击倒我，因为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在我的一生中，交流电只是我众多发明中的一个。1895年，我建设了现在举世闻名的尼亚加拉水电站发电机组，运行至今。1901年，我在美国长岛建了首座大型特斯拉线圈，计划实现跨大西洋无线通信和进行全球无线输电实验。现在你们使用的无线电、手机通话、导航、广播、蓝牙等等，都与我的发明相关。我确实可以靠收专利费成为世界首富，但那不是我的追求。我的使命是让人类的生活更美好。1943年1月7日，我在美国纽约人酒店3327房间走完了我的一生。离开时，我身无分文，唯一留下的研究手稿也被 FBI 查封，至今都未完全公开。这就是我尼古拉·特斯拉的故事。如果这个世界还应该记住一个人，请记住我的名字